台北内湖最近有几内社区出现高山啊，根据统计，这5年就通报64件，是全台北占上济。动保处认为，这社区若挖山，或者是民众有种规矩，拢可能是高山啊走来原因。狗仔伫徛街厝顶行来行去，就算附近有人，狗仔也惊伊个。这发生伫8月30日下晡5点左右，台北市西湖国中附近的社区，向有狗仔出现，民众赶紧把这个画面翕落来。去年就有猕猴，然后在那个市场，我觉得它不一定会在同一个地点上，就是它蛮聪明，它会一直找地方去啊，找有没有吃的这样子。其实23号民众伫内湖高中附近翕到狗仔，正伫过大路。去年9月信义区也出现狗仔亲入去社区，伫灵应树顶边食灵应。根据统计，台北市109年到114年7月，总共接到274件狗仔通报案件，内湖64件上多，北投主年甲旧年拢是3件。不过今年这个7月就已经通报30件，成长10倍。野生猕猴若出现在这个社区，担心小朋友们被受攻击啊！野生的动物，人类没办法控制它。动保处讲，继续收集狗仔出现地点的资讯，伫通报所在设置该城里的人啊，也研判山区甲徛街中间是愈来愈瓦近，加上民众正临近这鸡之树，这有可能是狗仔愈来愈接走入去社区要找这因素。有些民众他们会在住家周边会种一些果树，像是说芒果啊、龙眼等等啊，这些原因都会导致吸引猕猴下山，然后觅食。动保处提醒，若发现狗仔爱遵守莫接触、莫干扰、莫甲饲食这3个原则，避免引发冲突。离开现场了后，爱赶紧通报动保处来处理。强调台湾高山啊，虽然已经毋是保育类动物，不过伫无危害之下，就甲抓起有关的法。记者综合报道。